这是绿共。妈妈说立法院的事情，你还不说我没兴趣？妈妈说国家乱七八糟，她很难过。难道你就不用管吗？你就可以对你的国家没有兴趣？那国家乱七八糟，我念书有什么用？这是红共。我已经把自己全部交给了党，党需要我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。妈妈，你是党的人，我就是党的孩子，以后党叫我干什么，我就干什么。这是绿共。自己的国家自己救，自己的立委自己办。我们要做个勇敢的台湾人，台湾加油！一支筆，能分鐘救台灣；一支筆，能分鐘救台灣。这是紅共。文化大革命，偉大勝利。